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主持人陈美珍。今日有很多台飞地度共同关心讨论话题哦，係從今年新六8月初一開始呢，因頭擺所讀嘅托兒所啦、幼稚園啊都冇睇咧，因為佢哋整合咗很多幼兒園，到底乜講幼兒園按樣型嘅新嘅幼托制度嘅正式上路呢，也使得台灣變成全亞洲第一個嚟進行幼托整合嘅政策嘅國家，而同時要符合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所提倡嘅輕現金嘅教育制度，是個學前嘅教育啦、保育合宜嘅制度，而同時也符合嘅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保障學齡前幼兒教保權益一樣嘅充實嘅政策吼，一樣輕現金嘅教育制度嘅設計呢。雖然對於嘅幼兒嘅學前教育有很好嘅幫助，不過佢同時生成很多問題哦。因為呢兩年嘅研究就幼托整合嘅上路呢，使得很多公立嘅托兒所啦、幼稚園啊都紛紛嘅關門哦。像呢個屏東嘅竹田啊、台東嘅池上啦、新竹縣嘅新豐啦，甚至花蓮縣嘅玉里鎮，亦都鄉里嘅托兒所甚至幼稚園哦，都因為一樣新法嘅上路，冇辦法不得不來關門關停。到底呢種偏向嘅聲音呢，係咪因為按樣新嘅法令制度上路，也受到權益嘅受影響呢？但是按樣現今嘅制度係咪帶來下好嘅教育品質呢？就今日一邊來請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來共同關心。然後歡迎小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嘅科長徐麗娟徐科長，你好。大家好。稍後歡迎小嘅係中華民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總會長彭玉勇。大家好。好，再來係全國教保產業公會嘅理事簡瑞蓮簡理事，你好。大家好。稍等係立法委員吳怡珍。大家好，我係立法委員吳怡珍。好，到底做完之後都向下嚟看誰嚟看種 CG 啊，那種圖片嘅手機啦，哈。好，頭擺你最看到是講頭擺那種托兒所呢，係屬2歲到慢慢6歲嘅成人呢，也係屬於內政部嚟管嘅。那幼稚園呢係4、9歲到讀過小以前嘅成人呢，也係屬於教育部嚟管嘅。經過14年嘅種立法嘅過程呢，列下來整合到向下，所以列下幼兒園呢，佢屬2歲到6歲以前嘅學齡兒童哈，綜合整合到呢個教育部嚟管理哈，所以列係攞種嘅雙線整合到單線，就說雙軌整合到一個單軌嘅樣新嘅制度嘅上路哈。按樣上路有乜嘅好嘅一種嘅影響，甚至係講造成乜嘅問題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姜頭去了解一下。一條新年嘅豐盛嘅網圖，歡喜嘅上為電視鏡頭千萬億嘅作品，一打咪係成立漸漸嘅3成人嘅花蓮縣用嚟整理托兒所。不過現正今年8月嘅幼托整合過後，網上唔合乎規定，面冇教保業嘅編制，故數2年嘅時間停止造成呢。一條公司愛並有嘅台灣新人呢，咩都唔判得。這裡關掉了，不能給我妹妹讀書。我們學校關的，我媽媽肚子裡面的寶寶也不行在這邊讀書了。一間嘅托兒所都遇到愛建所嘅困境，從係桃園中南施工所，就有其中2間較配套嘅分教分配第16年，現在少子化嘅關係就算唔到學生嘅故所填圖咧。其他部分分教未啲幼托整合規制嘅過程當中遇到一道困難，差異性咧未會結束咧。所以補領建造其實它除了說你要去檢討整個容積率、建蔽率之外，還有公共安全諸多的問題，一些相關法規你都必須要符合這個規範。對我們來講，其實困難度真的很高，可能有幾個分所會面臨到這個沒有辦法就合法立案有困難的部分，就把它整合起來。雖然現時性嘅教室限啲嘅組織，按說未來會提供6個班級，總共180個成人嘅類托，不過對家長嚟講，還係有一道煩惱。2歲落唔得啦，係啊，跟住想希望政府講啲啊，開放名額較多啲咧，冇一般嘅成人落唔落啊？嗰所公立托兒所對中下嚟講，佢嘅功能就當重要，未佢遇到家長會反對停止公立托兒所托育嘅主要原因。托兒所圖嘅成因通常係下弱勢嘅
成因下多，佢哋話冇錢系統，佢哋話冇法度就安然系統。是弱势家庭，我们经济负担比较重。我还有3个孩子，为什么叫人家鼓励多生小孩呢？也按當年代，公私立統一人數都度到停業嘅情形，竟然正式規制咗幼兒園過後，教育部行家下面啲講學費總嚟個起價嘅，會私立業者做到行家件事。因應這個合作園計劃，那我們的師資從高中職一直要調升到專科大學，那這麼多的人去進修，他們要成本，那園所也必須要相對應的來提高他們的所得待遇。那還有一個就是師生比啊，這個部分也會使我們的人事成本倍增。面對幼童整合規制也增強嘅一年，同時受到油田物價都經濟嘅影響，唔但搶公司嘅業者會面對各項考驗，中央同政府會用嚟提出營運政策來保障大家生活呢，特別係配合矯正同弱勢家庭兒童嘅訴求權，好本公立統一所唔好再講要而關門結束嘅情形，就會加重一定關係呢。好，像素珊强刚您给许科长，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在根据统计，就5岁之前已经入这个，不管是托儿所、幼儿园啊、幼稚园，以前这样的统计大概是92%了哈。那继续到幼稚园跟去到托儿所，大概一半一半。所以这样的整合之后哦，那幼稚园跟托儿所它的差别在哪里？除了说只是主管的单位从内政部、教育部整合在教育部之下以外呢，它还有什么？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的地方。那如果就机构的属性来看，以前的幼稚园是比较偏重教育，那托儿所是比较偏重保育。改为幼儿园之后呢，那这样子的机构共同来承担小朋友教育跟照顾的服务。那所以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改为幼儿园之后，那事实上可以获得到比较适宜的教育跟照顾的服务。我就是说，把教育跟保育这2个部分把它合在一起就对了。是的。不过提发嗰种样片地度啊，看到是讲，因为按用的关系呢，有到青岛迄种的公立的托儿所，甚至幼稚园哦，唔单止公立私立的幼稚园托儿所，要面临一种关门的那种现象的发生哈。我想请教一下彭总会长，就是说，那您站在这个全国联合总会这样来看啊，您在这一波这个新制上路过程当中，您所看到就是说这些关门潮或倒闭潮，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次幼托整合看到的，在幼托整合前，我们看到就是在硬体的部分，很多硬体部分，包含公立跟私立，因为没有使用执照，那势必有大概20%左右，可以看得到他们是必须一定要关门的。那另外呢，再于就是面积，另外要关门的原因是以前在托儿所它是不用到100平方米的净面积，那现在要净面积就扣掉厨房、厕所、办公室。一些楼梯间，我想200平方米来扣，是足够。如果你本来是在100多平方米，你扣下去是不够。所以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已经关了200-300所的托儿所，这是已经是事实啊。是。那我想在于这个整合后，那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属于在师资的部分。那我想师资的这个，我们一直当初在要整合之前，我们希望教育部先整合师资。就是师资先合流，把幼稚园老师跟托儿所老师能够整合以后，再来幼托整合。可是我想，当然是这个幼托整合也不是不好，让孩子能够在同一个品质。那可是呢，在师资没有整合情况之下，我觉得教保员呢跟这个教师的这个统整，好像还是困难重重哦。那在就等于说，以前托儿所是用教保员，教保员对。那幼稚园可以有这个教保员，但是要有幼教老师。对，现在就把它整合在一起。对，那我想说，再来就是我们在执法部分，在一个母法我们有60条，这60条其中有某些条，其实它是还是。因为当初的一个比较快进入到幼儿整合，所以呢，可能有一些还待于在商榷，可能话，请立委来帮我们再修改这个立法。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提出来部分的一些条文。那当然在执法部分有22条，地方有8条，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简理事，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刚刚不会演的这个彭总会长讲说，光是台北市、新北市就已经在这一波已经关掉200多所的这个托育机构，然后幼托这些机构。那
很多像您在高雄嘛，哦，那其实更很多的南部或者比较偏乡地区，这样的状况也蛮严重的。那您在南部所接触到的状况，就是说这一波这样的新制上路，对一些偏乡或者说对一些这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家庭的小朋友来讲，他们受教权有没有受到实质的影响？怎样去挽救？那对于那个幼托整合的美意，我想我们都不反对，因为给孩子一个好的教保品质，那么教保合一，那对于所有的这些行政啊、师资等等，都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不过我在南部的确就是除了刚刚我们在片段里头播到的，像我们在偏乡花莲哪里这都有这些关调之外，我其实在我们南部也一样哦。比如说像屏东，我们之前协助过像潮州正托，包括竹田乡托，甚至屏东更多的农托，就因为这样的一波而关掉。因为以前有的托儿所就是譬如说是因为是在农会组织下面，可能在之后又因为有这80几年的时候又有个法，它又变成合法的，可能是在庙的活动中心啊，或者村子里面活动中心，所以这一波都因为建筑法规不合格了。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部分它虽然没有关掉，可是就是说它可能是把原来我们撒到各社区的资源，变成把它收回来，放在集中式的一个社区提供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对于比较乡镇哦，像我知道像我们在屏东教育部也很美意啊，放了我们友善幼儿园在屏东，可是那还是比较市区。那我们再从屏东来到竹田。来到潮州，事实上这又更是偏远的一些乡镇，就本来就在自己村子里面就能够念托儿所，现在被必须要跑比较远，整并之后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念。是，我知道跟你们其实有社会讲公堂费嘛，是讲根据因的所嘅统计讲，都因为原因性嘅制度上路，民国99年6年到18年嘅7年，你全国种公立嘅哈幼稚園啊托兒所是從1177間變到1031間，13張嘅總間嘅管體嘅146間，好，這一間63年嘅算法是有8760個成人嘅吼，因為一樣係以特殊嘅權益會受到影響。但經過1年以後，今年半夜處理正式的上路以後，現在情況還看洋蔥，嘿。其实亚种的金凸哈，管体的金凸哈，其实还是空用。据我们目前知道的，其实因为就刚刚主持人还有前面几位来宾讲到了，现在的那个乡镇市的这些收托的部分，偏远乡镇收托的部分，事实上因为碍于一些建筑物的使用的规定，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是，它有时候它是一个庙产。好，没有都请多年了，要他重新的改建的时间，都就算是有场地，好，事实上他在整个重新要申请执照的过程里面，也碰到了那个所有使用要蹲音内，好，用的细节哈，要总会神像制这位工厂就碰到困难，所以其实目前陆陆续续的进度，还是有很多乡镇他们是碰到了一些营运上的困难。那当然现在进度上，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100年了，立法院其实有通过内政部儿童局的预算的时候，本来是希望说在幼照法通过上路的时候，在整个幼托整合幼儿园要上路同时哦，这里一共同时的主管机关内政部的儿童局应该要把一笔经费哈，应该由儿童局来协出哈，这种就是可能在营运上、人员师资上，或甚至他要在取照的过程里面碰到困难的部分，应该来协助。但是事实上，据我们知道，去年18年要求儿童局编列这样预算去协助的这件事情执行的并不好，我们也看不到一些具体成效。再加上，其实头前哈，这个教保人员工会哈也有共斗。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就算我们协助他，真的是已经取得相关使用执照了，但是因为幼照法给规定呢哈，看严格，好，它的师资比的部分，事实上是比较严格。你要禁用的这些师资的部分，它的营运成本后续有很多是偏远乡镇给压抹盘法，甚至有很多它附设的机构，像农飞呀，还有其他的地方哈，一些沙体的部分，它有时候不一定后续营运也有能力，所以呢。因为讲吼，硬体也不会规划没问题，但是硬体马上来搞的时间，听我讲说，你可能有个幼教老师啊，可能中华地方请到合格的幼教老师，所以就算不会账号无合格的现场来搞，按下做唔得，他财政困难啊。不过，同时看到教育部也提出他书式的证明，其实按样幼托上路呢，唔单止讲有啲好嘅影響，其實有青島嗰種嘅幼稚園呢，托兒所呢，佢哋要完整他們成功，係看下你目前完成進度嘅樣板型哈。好，完成改制幼兒嘅進度表，你喺到民國101年8月下看到嘅哈，到公立幼稚園部分呢100%已經
完成改制的。到私立幼稚园呢，是84.5%。再来看到係私立要托兒所有70.77%。嗱，數字最大嘅呢係公立嘅托兒所，是頭先講到嘅，嘅呢邊講到嘅，可能係廟方嘅啦，佢話如果介好嘅、正好嘅，唔過冇人嚟教，所以你就看到公立托兒所嘅目前完成率係59.79%，不及格哈。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我們這個許科長說，我們看到公托的部分，它的完成率是最少的哦。那為什麼公托的完成率是最少？那你們這邊所了解到的狀況是怎麼樣？其實公托的人數是最多的哦，因為我們知道平均一個公托收是207位2到6歲的小朋友，它人數是最多，可是它完成率卻是最低的。這部分怎麼辦？目前大家所提到的這些使用執照的問題，它其實不是新法所產生的，而是在舊有法令規定的時候就應該要完成這些相關的要件。那只是說剛好今年年初碰到大家在改制為幼兒園，所以可能比較多的人並沒有去究明它的原因是什麼，所以把它歸罪於說是因為幼托整合，所以導致這些園所在經營上面產生的一些問題啊。那當然剛剛也有提到了，就是說改制的期間其實長達1整年，從今年的1月1號到12月31號。那只要在這段期間裡面提出來申請，其實都符合規定的，還可以申請，對，一直到12月31號就可以了哈。那我們其實，在私立的部分，其實園所幼稚園的比例很高。那公幼的部分，因為配合學年度，所以我們也在今年8月10號全數改制為幼兒園。好，那再來。公托跟私托的部分，在這個部分其實也是我們下一波盡量在做引導的一個區塊哈。那主持人其實有問到說，在改制當中是不是有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境啊？為了要推幼托整合這項政策，其實從96年開始，教育部就開始協助地方政府來盤點幼稚園跟托兒所。那面對改制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困難？所以這幾年當中，包含園所的同名等等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都解決了。所以才從1月1號開始，在改制的時候，過程其實是相當順利的哈。那改制完成，其實對於園所可能會增加一些改制的要件成本的增加。那比如說招牌啦。幼童專用車可能名字上面有一些更改，那教育部事實上也在這個區塊哦補助了，凡是改制為幼兒園的這些私立園所呢，每個園其實是有6萬塊錢的費用來協助他們做一些。因為小朋友的書包啊什麼，全部要從幼稚園、托兒所改成幼兒園，大部分可能是招牌或是幼童專用車這個區塊。那我想請教一下簡理事，就是說，剛剛許科長講啊，從96年開始，教育部就開始協助啊，就是全國這些。幼托機構就是說，有什麼問題來盤整哦？那你覺得盤整5年，還有哪些地方是這5年裡面可能做得還不夠的？我們大概比較希望說，應該要更看到鄉鎮的這個需求。我剛剛很樂於聽到說，已經編了一些經費，未來要來補助我們的公立的托兒所，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補助人事費。那我想，如果有這麼好的配套措施，應該早讓他們知道啊。為什麼要在這個過程裡頭？好像很多鄉鎮長都不知道，就用這個理由就把它給關掉了。這是我覺得哦，這個的確不完全歸咎到幼托整合，可是幼托整合是一個起因點。這個時候之前就更多的農托因為經營而關掉，可是在這個時機點，他們會覺得那個空間我要改一個空間，要使照，要什麼東西，要怎麼樣，要符合所謂的行政規範。那行政人員其實會怎麼樣？會以行政考量，好，他就覺得說我反正就行政考量，加上我的財源的部分的這一個窘境，那我就不要辦就好了。整體幼兒在社區裡頭被照顧，他原來就是一個非常弱勢的，他原來就是不容易被看到的。那如果有這樣的東西，我覺得及早讓我們的鄉鎮的這些都知道，然後把這些資源及早的分配到我們的各個鄉鎮來，讓他們能夠去做很好的這些考量。那當然，我覺得整體上師資的部分，我明明在我們的公托裡頭，其實都是看到很多合格的老師，可是卻是長期所累積下來的這些老師，原來他是教保員，教保員也都是合格的啊，他們在那邊工作都有10-20年了。然後呢，你為了那個空間的規格不符合，他就關掉了，這已經不是師資的問題了。好，我想這個部分啊，就會影響孩子的受教權啦。好，頭話講到應該頭擺托兒所，頭話講即種農托啦，也講鄉里嘅托兒所啊，其實係相對下經濟弱勢嘅生意去托較多啦，唔好講全部講較多比例係有些情況。雖然講觀察以後對佢哋嘅數高
育的权益、生态影响，都在一般嘅家长佢哋心感都蛮相反来谈谈佢哋讲法。希望说政府能对我们中小班的小孩子有所补助。一般的话有补助，当然是很明显，我看得出来。可是对于我们那种还有中小班的孩子的话，也是一份压力。对，也是希望说政府能补助这样子。幼儿園因為佢2歲學係個生日就落學校了，他就是4歲到6歲、4、6歲才落來，可是2歲落來就變成嘅幼幼嘅佢還沒包尿球呢該學校嘅老師叫按樣嘅專業我要小講生日呢，來到了學校，是一個係教育。是教育还是讲列为来托育天天，这个问题可能要好好去解决。你像托4粒要爱4、5万，托2张1.6、7块的天天，你像来托3个生日，而托个话相当，穿的薪水都无拉去负担嘛。本来讲你要做得生存落去，太一家你百姓就较事业。好，大家都讲经济的问题，像请教李律师讲，台湾你看到的迄托儿所，无论喺公立私立嘅，迄属于女政府来讲呢，其实社会福利的概念到地步，所以其实对个经济弱势家庭嗰种嘅学费的付出所以虽然讲你下种嘅幼儿园，也就是所谓国民教育向下延伸1年用一个5岁读书5000嘛不过，你都看到讲，当多家庭因为安养性，经济上嘅问题是因为薪资收入出现的，你嘅看法咧？系啊，因为都确实对本人员的公立嘅托儿所农托的部分佢需要差不多2岁、4岁以下，本来都因为要做投入按有人看生嘅，所以当时并唔主要以教育为主，主要系照顾为主。所以讲公立咧，佢要为了做嘅政策都要解决一般阿爸阿妈照顾生兒嘅困擾。那一下呢，因為鄉鎮公所佢財政嘅問題，所以佢管體以後對弱勢嘅家庭，也係講亞條嘅家庭，佢本來習慣講佢可能付一點嘅錢，可能有辦法嚟照顧生兒咧，變成經濟上負擔。所以講應該是要嚟考慮。既然整合以後本來對有縣市政府對5歲讀幼稚園有補助嘅部分，係唔係做得將年紀來到投錢讀幼兒園嘅部分，係佢用嚟補助，也係講對家長，也係講對規則制度用嚟，也係講對鄉鎮公所，也係講公立托兒所嘅部分用嚟鼓勵，那因為講亞雜嘅政策嘅部分應該重新考慮，係。係重新考慮啦，好，頭先講到公立托兒所嘅。照顧人數係最多嘅，唔過佢完成嘅個資嘅比例係最大啊。看一下咧，目前公立托兒所嘅幾年來嘅個加速的變化係樣版型看一下公立托兒所嘅統計變化，到民國99年6年時間還有1177件，看到一路下像從6家樣嘅見到到101年8月存到。935件，天才是講2年期間收睇242件嘅公立托兒所所以我們想請教一下科長，就是說，其實公托這個數據來看，它的確是少掉很多。雖然您剛剛講說，不見得是因為幼托整合上路但是的確的，不管它是不是因為幼托整合上路，但是這些原本在公托可以受教育的小朋友，他們確實受到心智上路的影響。那這個部分，教育部看到了嗎？那有沒有什麼樣配套措施來進行補救？對於公托有減少這個狀況，就政府部門來講是要去正視的哈。那我們在面對幼托整合之後，那公托的量減少，事實上就教育部來講，我們每個月都會有我們次長召開一次跟縣市政府副級處長的一個列管會議哦。那針對這個部分逐案的來做討論。那對於縣市政府跟教育部的共識是在公立的資源當中是不能下降的。好，所以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就是說，如果以公托它的環境狀況不適合，需要做一些處理的話，那事實上會先做第一個，有沒有適合的空間在鄰近的部分是可以做搬遷的。那如果都沒有任何的一個解決的方案的時候，用相關的經費去做環境設備的改善，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而導致它真的必須要做停托的時候，那教育部目前的處理是在附近的國民小學裡面，好去增加國小的附設幼兒園，
侦班，好是侦班。到底係咩種嘅公立托兒所，叫做因為行之上路吼，有一種咩講人數較少嚟監睇以後，做專業所謂公立學校國小地位都係公立幼兒園嚟讀書啊。唔過你睇下啲哦，公立幼稚園頭擺出前面是出到嗰種，還有正取備取，像考大學咁樣吼，然後考研究所咁樣係正取備取啊。他做擠破頭啊，係咪講禮拜呢？真經有辦法？按到嘅公立托兒所停退以後呢，佢都有辦法進入所謂公立學校地位度嘅幼兒園嚟讀書呢。像底下另一個繼續討論，同時也探討到呢一鋪嘅種嘅行之上路地位度高保業、幼教線上佢都權益馬上從事，因為佢直接影響到兒童嘅生意讀書嘅實際教育品質嚇。像呢陣先看下廣告以後，馬上再節目現場繼續討論。